請各位繼續站立。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行政長官。議員保持肅靜。我請行政長官發言之前呢，提醒議員，如果再有議員違反議事規則，唔係喺佢發言嘅時候喺座位裏邊高聲呼叫，妨礙會議進行呢，我係會不再警告，立即命令該議員離開會議廳。請大家遵守議事規則。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尋日我發表咗第3份施政報告，正如施政報告主題所講，我深信無論係推動民主、發展經濟或者係改善民生，我哋都必須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政制方面，我哋正面對歷史性嘅機遇，喺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只要我哋依法辦事，喺基本法同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嘅決定框架下推動政改，我哋就可以讓500萬合資格選民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馬逢國議員咩問題？我嘅同事嗰啲牌係遮住我睇唔到嗰個熒幕。議員展示嘅標語呢，請你唔好妨礙其他議員嘅視線，亦都請議員呢唔好打斷行政長官嘅發言。行政長官，請你繼續。多謝主席。今日我想喺立法會議事廳直接呼籲各位立法會議員放下成見，求同存異，為呢個目標努力。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立即離開會議廳。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立即離開會議廳。會議暫停。多謝主席。我想今日喺立法會議事廳直接呼籲各位立法會議員放下成見，求同存異，為呢個目標努力，務實咁參加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嘅第2輪諮詢。當然，任何表達意見嘅方式必須合法。舊年嘅違法佔領事件非但無助推動普選，反而破壞咗法治，衝擊咗社會嘅核心價值。我想喺呢度重申，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喺舊年8月31號嘅決定，亦不可能推倒重來。重啟政改嘅想法不切實際，大家唔好令香港人失望，令500萬市民唔能夠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經濟同埋民生方面，香港亦都同樣面對機遇，同樣亦都要作出抉擇。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為香港帶嚟前所未有嘅機遇，但我哋必須做好準備。所以我喺施政報告中提出支持同埋強化各項產業，務求做到產業多元化。我哋會全力落實機場3跑道計劃，注資創新及科技基金，設立企業支援計劃，加強資助私營機構嘅研發項目，
繼續推動內地全境實現與香港服務嘅貿易自由化，與廣東省商議喺南沙、前海同埋橫琴新區嘅規劃及發展當中，為香港人、香港企業爭取優惠政策同埋發展機會。並邀請貿發局着手規劃興建新嘅會議中心。我希望做到全方位擴闊經濟基礎，百業興旺。行政長官，請你停一停。陳偉業有咩問題？建議特首講嘢嗰陣時，得閒望下呢邊，唔好淨係耷低個頭啊！唔該，陳偉業議員，主席請你唔好打斷行政長官嘅發言，除非你係提出一個規程問題。你而家呢個並不是規程問題。我諗呢個禮貌嚟㗎嘛，即係過去啲特首嚟到立法會發言都係周圍望㗎嘛，佢淨係望住啲稿唔望議員啊。陳偉業議員，多謝主席。你係再任意打斷發言中嘅官員或者議員呢，我亦都會命令你離開會議廳。請你遵守議事規則。行政長官，請你繼續。多謝主席。除咗發展經濟，房屋係本屆政府嘅施政重點。我哋會積極探討透過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協會、市區重建局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等非牟利機構多管齊下，增加資助出售單位供應，以回應市民，特別係中低收入家庭對自置居所嘅需求。2015-16年度房委會會預售約2700個房屋單位，2017-16-17年度房委會同埋房協會分別預售約2000個同埋1600個資助出售單位。施政報告亦都建議推行先導計劃，選擇正在興建中嘅公屋項目，以較傳統居屋低廉嘅定價出售俾綠表人士，協助佢哋置業，並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民生方面，繼長者生活津貼之後，我哋會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後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每年開支大概係30億元，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喺低津實施之前，我哋會邀請關愛基金考慮向受惠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金額全額津貼嘅中小學生喺2015-16學年發放一次過特別津貼。相信議員同埋市民都十分關心全民退休保障呢個課題。舊年8月，周永新教授嘅研究團隊提交咗香港退休保障嘅未來發展研究報告，社會對報告建議嘅意見分歧。扶貧委員會會喺下半年就此啟動公眾諮詢。雖然社會仍需就全民退保作深入嘅討論，為咗未雨綢繆，我已要求財政司司長預留500億元，顯示政府嘅承擔。政府亦會繼續完善強制性公積金嘅安排，包括推出有收費管制嘅核心基金。我同各位議員一樣，都十分關心青少年嘅發展。本屆政府上任2年半以嚟，喺教育方面投放咗大量嘅資源。我哋會再接再厲，更新同埋強化科學、科技同埋數學課程，加強師資培訓，推行試辦計劃，為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資助及專業支援。喺2015-16學年起嘅3年內，將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嘅數目倍增至約600所，資助學生喺中小學階段最少各1次到內地交流，並持續增加資助現有嘅青年交流同埋實習計劃。施政報告亦都提出成立3億元嘅青年發展基金，資助創新性嘅青年發展活動，包括以資金配對嘅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醫療方面，政府會落實喺啟德發展區興建急症全科醫院，第一期將會設置腫瘤科中心及提供住院同埋日間嘅服務。此外，為咗應付日益增加嘅需求，我哋會增設約250張病床，增加手術室節數同埋內窺鏡檢查服務名額，以及增設偶發性疾病嘅診症名額。政府會籌劃一所由衛生署管理嘅中藥檢測中心，專責中藥檢測科研，為中藥安全品質同埋檢測方法建立參考標準，不但可以強化對中藥嘅規管，亦都可以推動本港中藥業邁向國際。主席，施政報告內嘅政策措施涵蓋香港嘅短、中、長期發展。我希望各位議員同特區政府同埋700萬香港市民一齊
共同努力，積極向前。我歡迎各位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意見。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行政長官呢，現在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嘅質詢。公眾席嘅人士保持肅靜。梁國雄議員，我再提醒你，你唔好喺個位，你嘅座位上邊咧高聲呼叫，否則咧我就會命令你離開會議廳嘅。行政長官呢，現在回答議員提出嘅質詢。何俊賢議員，多謝主席，歡迎特首先生嚟到立法會。首先感謝特區政府呢係一改過去兩屆政府對漁農業嘅唔重視，最近亦都推出咗新農業嘅政策。我想將呢部分問題呢就擺翻去諮詢嘅架構裏面去講。我想講一個呢香港市民比較直接嘅關係嘅一個問題，就係油價嘅問題。香港呢而家最近嘅國際油價呢跌咗接近50%，咁但係咧，香港市民喺感受到咧，政府同埋喺油商中間嘅協調，令到油價加快減慢嘅問題咧，依然係冇辦法去解決。咁而家喺漁民嘅朋友咧，亦都要經常去幫襯喺各個碼頭嘅油躉，而呢啲油躉咧，購買佢嘅油產品都係同呢幾家嘅大油商。咁佢依然係用同一種嘅原因，就係話油商俾我嘅價格依然係好高，咁所以咧佢唔能夠減價。咁我想睇下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喺將來會有啲咩方法咧，真正咁樣處理到多年為人詬病、加快減慢嘅問題咧？競爭法係咪真能夠幫到香港市民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主席，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油商同埋其他嘅生活必須經營必須嘅供應商，佢哋價格調整是否能夠跟隨國際價格嘅變動？剛才何議員提嘅問題呢，就油價往往呢係加快減慢啊，無論係喺一般嘅加油站駕駛人士用嘅油，或者係我哋漁民朋友用嘅油，嗰個加快減慢情況呢，特區政府係非常重視嘅。如果裏邊有任何違反競爭嘅行為呢，請何議員或者漁民朋友呢向特區政府呢係提供有關嘅資料。除咗呢個之外呢，我哋亦都十分重視呢香港嘅油價，同埋呢漁民朋友喺內地如果可以攞到油嘅話呢，嗰個油價嗰個差距。我哋希望咧能夠繼續支持同埋關注香港漁民朋友佢哋嗰個經營嘅方式同埋佢哋經營嘅成本。何俊賢議員，好，多謝主席。除咗呢個油價問題咧，另外喺香港咧多處地方俾漁船入油嘅地方咧，設施係非常之不足嘅。我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同埋我哋嘅特區政府嘅部門咧，都因應現實嘅情況，能夠增加喺岸邊嘅一啲入油嘅設施。多謝主席。主席，加油點嘅問題呢，我哋知道係對漁民朋友佢哋嗰個操作呢係造成一定影響嘅。但係我哋都知道呢，加油點呢，我哋喺土地利用同埋城市規劃方面呢，我哋要特別慎重，要考慮到安全呢，同埋有冇造成對附近民居或者附近嘅土地使用者呢嗰個滋擾嘅問題。喺盡可能嘅情況底下呢，我哋一定會增加加油點，方便漁民朋友嘅操作。何俊仁議員。多謝主席。特首，我今日問呢個問題呢，係涉及你個人誠信嘅問題。所謂民無信而不立啊，你作為特區最高嘅首長，所以呢個問題呢係非常重要。咁你都唔係牽涉你嗰啲僭建問題，嗰啲相對而家小問題啊，係牽涉到你呢個就職特首嘅時候，向行政會議申報你嘅利益，以確保呢你唔會有利益衝突。你記得好清楚，喺2011年12月，當你辭去戴德梁行董事呢個職位而參選特首嘅時候，你呢就係同有意收購戴德梁行，即係話 DT2Z 業務嘅澳洲公司 UGL 呢，係簽咗一份合約。咁呢個合約裏邊呢，有兩個好重要嘅條款，牽涉到你要提供嘅服務。咁我要簡單講講。第一，你又要協助呢個 戴德梁行咧，繼續推廣佢嘅業務嚇，即係如果喺被收購之後，你要繼續擔任顧問同埋推薦人嘅角色。但係你等加咗一句説話，就係話唔能夠有利益衝突，即係你估計到你會做特首啦嚇，所以你係唔好有利益衝突。第二樣嘢，你要支持
UGL 收購戴德梁行嘅業務，係不得發出任何嘅聲明批評呢項收購，貶低任何戴德梁行同埋 UGL 嘅人員，佢哋嘅聲譽或者佢哋嘅角色。咁而個報酬呢，主席就係不少於係5000萬港元啦，係會分2期支付，仲會確保埋咧你會收到一筆約莫150萬嘅未俾你嘅董事酬金。嗱，主席，我問題咁樣啦，因為呢個係最緊要嘅背景。嗱，特首，呢個明明係一個有法律效力嘅合約，係牽涉到你要有提供服務，你要有酬金。而呢個服務係包括有作為有不作為，咁我想問你呢，作為特首，你點可能一身是二主？你作為特首雖然人工唔係咁高，但係你都要對得住香港人，點解你仲要暗中服務第二個老闆？第二，點解你唔向行政會議申報呢項有薪嘅工作，等市民同埋公眾可以監察你有冇利益衝突？呢樣係咪嚴重嘅公職人員行為不檢？你嘅誠信係咪完全破產？行政長官。主席。林大輝議員咩問題？我想你先裁定呢個問題同今次嘅施政報告有冇關係先讓特首回答。我已經容許何俊仁議員提出嘅問題啦，是否回答、點樣回答，行政長官會決定。行政長官。主席，何俊仁議員提嘅問題呢，過去喺社會上喺立法會議事廳已經多次全面回覆。何俊仁議員提嘅問題呢，亦都冇一部分呢係新嘅問題。所以呢，我只喺呢度呢簡單講，嗰個係一個正常嘅離職同埋離職之後不競爭嘅一個安排。社會上呢，喺呢件事曾經有人喺兩位呢我都唔認識嘅喺報紙度呢寫過文章。會計師人士管理嘅專家都話呢個係十分正常嘅一個離職嘅同埋呢個不競爭嘅安排。所以有呢啲問題呢，喺議事廳呢，我同埋政府有關嘅人員呢已經向立法會呢係交代清楚。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真係好驚訝呢，即係梁振英特首你竟然可以咁即係輕輕想避過呢個問題。其實更加多嘅學者、專家、法律人士話咧，呢個係非常之唔正常嘅安排，因為咧離職協議就唔係你同個收購者簽嘅，係同你自己戴德梁行嘅董事簽嘅。咁我一想問你，呢個係咪一個你需要提供服務嘅合約？點解你唔向行政會議宣呢個披露？如果你話我冇做過嘢，點解你無功而受祿，係收一間外國公司5000萬嘅錢？如果你話黎智英係一個香港商人捐啲錢俾佔中，就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操控呢個佔領運動，你係咪暗中提供服務俾呢間澳洲公司或者佢背後嘅老闆係受到佢操縱，係做啲不可告人嘅事情？你係咪應該引咎辭職嚟到挽回你嘅香港人嘅尊嚴？主席何俊仁議員嘅問題呢，係不斷喺度翻炒過去已經充分回答咗嘅問題。所以喺呢度呢，我再重申一次，呢個係一個正常嘅離職同埋不競爭協議安排。陳鑑林議員。我已經再次提過議員。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立即離開會議廳。陳偉業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
陳鑑林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閣下今年嘅施政報告呢，標題係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喺重法治呢一方面呢，你強調香港係法治社會，法治係香港嘅基石，香港嘅民主呢必須要喺法治底下呢嚟到發展嘅。喺追求民主嘅同時呢，應依法守法，否則呢便會淪為無政府主義。我嘅感覺上呢，重法治你喺呢一方面只係講喺爭取民主，我哋需要依照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嘅決定呢嚟到推行。我相信呢一點呢係無可置疑嘅。不過近期由於佔領事件發生之後，議會內外同埋社會上有一啲法律界嘅權威人士呢，一再咁樣講，守法唔係法治嘅全部。如果係情形係咁樣嘅話，有啲人已經係講到呢，只要違咗法之後去自首，甚至揀一個最輕嘅法，咁就可以呢算係遵守咗法律精神啦。行政長官，你有冇感覺到，當你講緊發展香港嘅經濟同埋社會嘅和諧嘅時候，法治精神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話國際社會對香港嘅法治環境係有轉變，越嚟越壞嘅時候，對香港會出現社會唔穩定嘅呢種情況，佢哋嘅憂心同埋卻步，政府會點樣向國際社會展示出香港係一個真真正正維護法治嘅一個社會呢？你會唔會係對一啲違法嘅行為作出嚴厲嘅處理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主席，我剛才喺開場發言嘅時候都講過，我話舊年嘅違法佔領事件呢，非但無助推動普選，反而破壞咗法治，衝擊咗社會嘅核心價值。法治確實係我哋要捍衛嘅其中之一個核心價值。有咗違法嘅佔中事件之後呢，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唔係淨係特區政府，而係710萬人呢都要共同咁向國際社會顯示，絕大多數嘅香港人係堅守法治呢個精神嘅，而我哋係依法守法嘅。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等等。我哋嘅經濟活動呢，好多時呢就係憑一紙合同，簽一單金融嘅交易或者貿易嘅買賣，往往涉及到幾百萬甚至幾十億，靠嘅係乜嘢呢？就係嗰張合同。大家點會信嗰幾張紙，然後將自己大筆嘅金額去轉手俾對方呢？咁就係因為大家相信，如果有爭拗嘅話呢，我哋可以去法院攞到公平嘅裁決。所以法治對香港唔單止社會運作，唔單止喺政治問題上，喺經濟問題上呢，都係十分重要嘅。但係喺佔中事件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都睇到呢，香港人呢絕大部分係崇尚法治，同埋呢係依法守法嘅。我哋可以睇到呢，有唔少因為受佔中影響嘅人，佢法庭嗰度通過我哋嘅司法機關，通過我哋嘅司法程序去尋求佢哋嘅解決嘅辦法。包括呢喺法庭嗰度申請禁制令，有人手損失呢，佢去小額作為小額錢債案，去法庭嗰度呢係申請索償等等。我覺得呢，呢啲呢係喺我哋出現衝擊法治嘅情況底下呢，凸顯香港大多數人依法守法，根據法律嘅規定，包括法律程序呢去辦事嗰方面嘅正面嘅價值。鄭家麟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有冇答到呢？係會唔會呢嚴厲咁樣呢係去處理一啲違法嘅人士？另外，我想知道一下嘅就係針對香港嘅呢個法治劣質嘅趨勢呢，特區政府會唔會係開展一啲
法治或者法律嘅教育或者係宣傳，使到一般嘅普羅市民呢，對於法治精神同埋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呢，有更深入嘅認識。多謝主席。行政長官。我哋喺佔中期間咧，都不斷向社會宣講法治嘅重要性，同埋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哋都多次講呢，警方呢係會果斷執法嘅，而且呢，我哋有獨立嘅檢控政策同埋檢控嘅決定等等。呢啲呢都係香港法治嘅重要方面。落去呢，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執法同埋依法守法嘅工作。梁家傑議員。主席，呢一份施政報告呢嘅序言同埋結論呢，明顯地呢就係將呢一個施政報告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嘅綱領。梁振英呢喺裏邊呢就講咗點名啊，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官方刊物《學院》呢一本《香港民族論》。咁我喺議會咁耐都好少見到啲咁樣嘅情況，係用施政報告作政治鬥爭嘅。咁今朝呢，有一份報紙就報導，就話政府消息稱，施政報告嘅引言及結論部分由梁振英親自撰寫。主席，我想問一問梁振英，呢一個本來冇人知嘅《香港民族論》呢本書，俾佢上綱上線，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工具、意識形態嘅鬥爭。呢本書而家賣斷市啊，賣斷市啊！呢個本來就係一個偽命題，香港冇人搞緊香港獨立。我想問下梁振英，佢咁樣嚟到去做，係咪就係為咗凸顯自己能夠有個維穩嘅作用，越嚟越鞏固？但係呢，佢有冇諗過，如果佢咁樣虛報軍情、欺君犯上呢，佢後果好堪虞嘅。主席，行政長官。主席，我先回應一下梁家傑議員提問嘅最後嗰兩句説話。所謂虛報軍情呢，大概就係講我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社會情況。事實上呢，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呢係非常樂意安排社會上各方面人，包括呢全體立法會議員，亦都包括梁家傑議員本人呢，直接同中央官員呢就香港問題對話嘅。奈何呢？譬如舊年4月嗰次呢，我哋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去上海。同人大國務院同埋中聯辦嘅負責官員見面呢，得唔到梁家傑議員嘅支持。咁所以如果梁家傑議員佢係擔心特區政府有虛報軍情嘅話呢，我睇最好嘅辦法呢就係爭取多啲機會，尤其呢當特區政府提供咁嘅機會嘅時候呢，係能夠參加依類嘅面對面嘅交流會。中央對香港嘅情況呢係十分清楚嘅。所以梁家傑議員提問嘅最後嗰幾句説話呢係絕對不成立，而且梁家傑議員呢過去自己亦都冇爭取呢啲機會呢係向中央反映佢認為香港嘅存在嘅實際情況。我喺序言嗰度呢係講香港嘅機遇同埋呢我哋要做嘅抉擇，同時呢無論經濟問題或者係政治問題呢，我哋都要有所警惕。警惕係乜嘢呢？就我哋唔能夠偏離香港嘅體制同埋憲制嚟到處理香港嘅政治事務。喺政改問題上，我哋一定咧要符合基本法同埋符合咧人大常委會有關嘅決定，我哋先至向前行。因為舊年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呢，好多人提出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咁所以呢，今日我哋普選。唔知能唔能夠成事，就係因為咧大家對基本法嘅規定咧嗰個理解咧係有偏差。因為基本法嘅規定咧就係普選咧之前咧係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提名，而呢個提名權咧係專屬提名委員會嘅等等。咁所以我哋必須點出嗰個憲制嘅重要性。係呢個咧就係我喺引言裏邊點出呢個問題嘅原因。至於
有一啲青年學生佢提出香港自決啊、香港獨立啊，甚至香港建國建軍呢。我睇梁家傑議員與其問問題呢，不如表示一下佢支持不支持呢啲論調。梁家傑主席，梁振英完全冇答到我嘅問題。我問呢一本施政報告嘅序言同埋結論係咪佢本人去撰寫，利用一個港獨嘅偽命題嚟到鞏固佢自己喺香港發揮維穩嘅作用？我亦都想講，既然梁振英叫我答啊嘛，學生喺度寫幾篇文啫，驚到要喺施政報告佢親筆嚟到喺序言同埋結論點名批評，係咪而家言論自由都唔得啊？學術自由都唔得啊？連年輕嘅學生寫幾篇文章都咁大嘅反應，係咪虛怯嘅表現啊？主席，我想佢答返我，佢未答我嘅問題。行政長官。主席，梁家傑議員呢迴避咗佢是否支持呢啲學生文章就有關香港憲制地位嘅論述。我希望梁家傑議員呢有時間有機會嘅話呢，公開講俾香港人知道佢是否支持呢啲論點。至於言論自由同埋學術自由呢個問題呢，根本完全同我施政報告裏邊第9段、第10段嗰個論述咧係無關。我哋確實生活喺一個言論自由嘅社會，我多次講過言論自由係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捍衛言論自由。但喺呢個言論自由嘅環境底下，任何人提出任何嘅論述同埋主張，其他人都可以參與討論。呢個呢係言論自由嘅精髓。梁家傑議員呢確實唔係好重視整個施政報告嘅製作同埋尋日我哋嗰個發表工作。如果梁家傑議員尋日係有留意我開嗰幾場記者招待會嘅話呢，知道我已經答咗新聞界嘅問題，就係我哋呢本施政報告，正如過去嘅施政報告一樣，係我同整個特區政府嘅團隊大家嘅集體工作，而到最後審稿定稿嘅工作，因為呢個係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當然咧係我自己嘅責任嚟嘅。麥美娟議員，如果梁振英理解呢一個香港民族論係香港獨立論嘅話，我喺呢度立此存照，梁家傑係反對香港獨立。梁議員，議員提咗一個簡單嘅跟進之後咧，就唔應該再發言嘅。麥美娟議員。主要我想問行政長官呢，施政報告裏邊呢係主力解決房屋問題嘅，亦都有好多嘅篇幅係講房屋問題，特別喺麥議員，你嗰個咪夾咗喎，你試下再試下，你再試下講就得啦。OK。如果得，行政長官，喺你嘅施政報告裏邊，你係講咗好多關於解決房屋問題嘅方案。特別喺67段咧，你提到有一個先導計劃，係將新嘅公屋咧係出售俾公屋租戶或者已經通過詳細審核嘅準上樓申請人，即係嗰啲綠表人士。呢個計劃咧，我哋工聯會係歡迎嘅。我哋係歡迎咧政府去用唔同嘅方案去解決香港市民而家住屋嘅問題。但係而家咧，我哋面對有一啲唔少嘅夾心階層咧，佢哋都未必係綠表人士。你見到今次居屋嘅申請白表嘅超額咧，認購好多倍。而呢啲無家族咧，特別佢哋係超出咗收入，佢哋嘅收入咧係超出咗申請公屋嘅上限、出租公屋嘅上限。但係佢哋咧又供唔起居屋，或者咧佢哋唔可以喺私人市場裏邊承擔租金。佢哋嘅月入大概咧，家庭收入大概就係16,000至到3萬蚊左右，呢一班嘅夾心嘅基層市民。我想問行政長官，你有啲咩具體措施可以幫到呢一班市民去解決佢哋嘅住屋問題？喺房屋階梯裏邊可以有啲咩步驟去幫助佢哋呢？行政長官。主席，多謝麥議員嘅提問。我哋希望喺我哋嘅房屋結構裏邊呢，喺中間嗰部分能夠呢係多一啲選擇，俾我哋嘅市民，俾我哋嘅家庭呢去置業安居。喺呢個結構嘅上面嗰部分，就係可以憑自己嘅經濟能力喺私人市場解決
住屋問題嘅家庭同埋市民。下邊呢，就係住呢個出租公屋嘅，住出租公屋嘅呢群市民當中呢，收入較好、經濟情況較好嘅呢，佢有能力喺政府提供一定嘅誘因嘅情況底下，即係話個價錢有一定嘅折扣嘅情況底下呢，佢可以成為業主嘅。咁因此呢，我哋嘗試作為一個先導計劃，將一啲已經起緊嘅新嘅公屋單位呢攞出嚟係賣俾呢一部分人。咁呢個呢係一個階梯當中嘅其中一級。再上面呢，我同意阿麥議員嗰個講法。除咗房委會嘅居屋之外呢，我哋今年宣布想請房協同埋市區重建局，仲有呢就係香港平民屋宇公司，呢啲呢係非牟利嘅機構，等佢哋提供多啲選擇。呢一個呢應該講係一個大膽嘅嘗試。希望如果社會嘅反應係好嘅話呢，我哋希望呢能夠不斷去增加有呢啲梯次啊，俾不同嘅產品呢俾市民去選擇嘅。麥美娟議員。主要行政長官，我嘅具體啲嘅問題就係頭先我講緊嘅係特別好具體嘅16,000蚊至3萬蚊呢一啲家庭收入嘅市民，即係話可能要喺公屋同埋居屋中間再加級。頭先行政長官提到佢會係由房協啦，或者市區重建局或者其他嘅機構咧去協助解決呢啲提供呢啲方案。我想問行政長官係咪就係呢個會係政府嘅政策或者方向，喺公屋同居屋中間加多半級，去幫助呢一班夾心階層嘅市民呢？嗰個名稱係乜嘢？譬如夾心階層啊，尤其係因為我哋過去有夾屋，我哋係咪用夾心呢兩個字呢？我先將佢放埋一邊。但係我哋個思路呢，一定係喺私人樓宇同埋出租公屋之間呢，我哋提供多啲選擇，俾唔需要大概大家都覺得唔應該住出租公屋嘅市民，亦都冇能力喺私人市場解決自己住屋需要嘅市民呢，等佢喺中間呢個唔單止係階層啦，可能一個間區啊，等佢哋多啲選擇。梁繼昌議員，多謝主席。梁振英先生，你喺施政報告嘅引言第6段講咗，我們必須維持香港在國際和內地嘅競爭力，同時制止任何破壞香港投資和營商環境嘅行為。眾所周知，貪污、瀆職、逃稅呢都係破壞香港投資同埋營商環境嘅行為。而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成立咗一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就委員會咧係建議咗30項建議。而行政長官亦都應承咗咧係要立法落實呢啲建議。最主要一項建議咧就係修改防止賄賂條例，以涵蓋對行政長官嘅規管。我想問一問梁先生，呢一個立法建議有冇執行嘅時間？最遲會喺幾時幾月執行？同埋梁振英先生就 UGL 事件，你收咗5000萬嘅時候，你有冇喺澳洲、英國、香港或者任何地方俾過稅？如果冇嘅時候，你覺唔覺得你係逃緊稅？主席唔該。行政長官。睇樣子咧，梁繼昌議員咧都仲係中意咧抄翻以前問過、以前都答過嘅問題咧嚟到問多過就施政報告嘅施政內容。我知道尋日梁繼昌議員咧不在場，我喺向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嘅時候呢，佢不在場。如果梁繼昌議員真係關心香港嘅施政、關心香港經濟發展、政制發展同埋民生發展嘅話呢，佢大概唔會喺今日呢個時候呢問呢兩條問題。就第一條問題嚟講，我可以講俾梁繼昌議員同埋其他立法會議員知，本屆政府對呢個問題比過去各屆政府更加關注。我哋喺申報利益同埋接受社會同埋其他方面嘅監察，我哋嘅工作呢係做得個進度好，而且呢嗰個深度呢係比過去嘅特區政府呢係做得多嘅。梁繼昌議員。主席梁振英真係冇答問題。其實喺唔喺呢個現場，我可以俾翻大家睇我個6版嘅手稿，關於聽你個施政報告啊，特首先生。關於報稅嘅問題，特首先生你從來冇答過呢啲問題，亦都未喺報紙度係作過任何嘅澄清，因為你作為一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最高行政長官，你應該以身作則，係遵守翻你所謂破壞香港投資環境等等呢啲嘅唔應該嘅行為，貪污瀆職逃稅都係一啲唔應該行為。你可唔可以就呢一個問題澄清翻呢？唔該。我嗰份離職同埋不競爭協議同埋簽訂呢份協議之後，我執行呢份協議嘅工作呢，係根據我嘅專業顧問所提供嘅專業意見嚟到執行嘅。張華峰議員，請議員保持肅靜。張華峰議員，多謝主席。特首，你今年嘅施政報告呢係一個務實有創新嘅，係你3年嘅施政報告之中呢最好嘅一次，我係支持嘅。但係我亦都注意到呢，特首你呢喺施政報告之中呢突然叫停呢投資移民呢個計劃，咁使到好多人呢都好愕然嘅。雖然特首你話呢個咁樣做法係因為我哋而家需要人才，就唔係缺少嘅錢財。根據政府嘅數字統計顯示呢，投資移民為香港證券市場帶來超過1600億嘅資金。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我哋唔可以兩個財，人才錢財一樣爭取，一樣要得到呢？因為香港始終係個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嘅流通對我哋好重要。特首，你決定呢個計劃取消嘅時候呢，當然有你自己嘅考慮。但係我想呢個計劃係短暫性嘅，或者無限期嘅擱置，喺咩情況之下可以恢復呢？唔該。行政長官。主席，喺吸引外來人才呢個問題上呢，我哋嘅政策要有取有捨，因為香港社會呢，畢竟嗰個容量呢，係一個固數嚟嘅，有一定嘅限制，我哋不可能咧無限量地吸引外邊嚟嘅人才，因此我哋有所取捨。今年嘅施政報告，我哋提出有幾個策略，其中第3個策略呢，就我哋吸引外來人才。我認為相對嚟講嚇，並唔係話呢投資移民佢哋嘅資金唔重要，但係相對嚟講呢，我哋呢個時候尤其面對我哋嘅人口老化，我哋應該呢係更多咁吸引人才，而唔係錢財。咁當然呢啲人才，如果佢亦都能夠帶錢嚟投資呢，咁啊更加好。但係純粹係睇呢個投資嘅金額而吸引佢嚟呢，相信呢個同我哋當年大概12年前制定呢個投資移民計劃嘅嗰個時代背景呢，係已經有咗變化。張華峰議員。多謝主席。即係近年來呢，我哋金融市場係銳意發展成為個資產管理中心嘅，係致力咧吸引更多國際金融中心進駐我哋香港嘅金融市場。咁呢個叫停呢個移民嘅計劃，會唔會俾人誤解成為即係唔重視我哋投資者？喺呢方面，政府可以做到啲乜嘢去外界解釋呢個計劃呢？行政長官。主席，我哋仍然十分積極咁去推動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嘅資產管理中心，而我哋希望我哋嘅業務呢，唔係淨係為譬如話投資移民呢類客戶嚟到做，我哋希望嗰個面呢可以做得更加廣一啲。唔單止資產管理係咁，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嘅發展呢，我哋都係不遺餘力嘅。因此呢，我哋有個金融管理局，佢過去嗰2年呢，無論係發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或者其他方面呢，都提咗好多好建議。我哋希望呢能夠同業界一齊呢，係推動將呢啲建議落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同埋其他方面嘅金融中心嘅地位。謝偉銓議員。特首，我係認同咧，法治係香港賴以成功嘅重要基石，亦都係香港嘅核心價值之一。政府咧係依法施政，市民咧遵守法律，對推動香港政治同埋經濟整體嘅發展係同樣重要嘅。不過喺早前發生一啲非法佔領事件呢個時間咧，社會上咧有一小撮嘅口講尊重法治，實際係罔顧法紀，非法咁佔領道路。當中咧包括
有為人師表嘅大學學者、懂法律嘅法律界人士，以及負責制定法律嘅立法會議員。雖然正如特首所講，香港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守法嘅，但係亦都有唔少市民擔心呢啲唔守法人士嘅行為會唔會對我哋正確咁教育年輕嘅一代要依法守法造成一定嘅障礙，而特區政府會唔會考慮喺未來有啲針對性嘅措施，加強市民同埋學生對依法守法、尊重法治嘅觀念同埋嘅重要性呢？行政長官。主席，我認為雖然發生咗大家都唔想見到嘅違法嘅佔領事件，但係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包括絕大多數我哋嘅青年人，都係依法守法，有比較強嘅法治意識嘅。有任何工作特區政府可以做，鞏固大家呢方面意識呢，我願意聽大家嘅意見。但係我相信，雖然呢有人提出種種公民抗命嘅一啲理念，但係總嘅嚟講呢，香港社會法治嘅同埋守法嘅精神呢，仲係十分好嘅。發生咗佔中件事之後呢，各個方面呢都做唔少嘅反思同埋總結嘅工作。我睇法治呢同埋守法嘅精神呢，確實係我哋反思同埋總結嘅其中一個焦點。謝偉銓議員，特首，你覺得呢個法治精神受到衝擊，與過往政府喺執法嘅寬鬆有冇關係呢？而面對有法不依嘅違法者，政府會唔會加快同埋加強執法呢？行政長官。喺佔中期間面對違法嘅佔中行為，特區政府同埋警方呢，一方面係果斷執法，但係同時呢喺嗰個期間呢，確實政府同埋警方呢都係用最大嘅容忍度，希望呢能夠比較妥善咁解決呢件由於政改引起嘅違法嘅群眾事件。但係香港人嘅法治意識同埋守法精神呢，我認為呢係值得我哋驕傲嘅，亦都趁呢個機會呢，呼籲大家唔好呢再以任何嘅違法方式嚟去表達個人嘅訴求，因為香港係一個有充分言論同埋表達意見嘅自由嘅社會，咁因此呢，我哋有任何嘅訴求，政治上嘅或者其他方面嘅訴求呢，都應該用一個守法方式嚟去表達。田北辰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次喺公開場合表示咧，青年政策係今屆施政嘅重點。我希望咧，長官你應該了解到咧，青年問題只可疏導就不可圍堵，而青年問題可以變成一個社會嘅計時炸彈嘅。但係施政報告就青年發展嘅重點就只有較着重物質嘅青年宿舍啦，鼓勵青年創業嘅青年發展基金，甚至之前提出嘅搞啲舞會啦、演唱會啦，同部分青年真正嘅訴求根本係兩碼子嘅事。我讀書嘅時候嘅偶像 Simon and Garfunkel 經典名作《Sound of Silence》，其中一句歌詞話 ：People hearing but not listening。好切合政府而家以為明白青年人嘅訴求，但係淨係聽到啲聲，冇用心去聆聽佢哋真正嘅感受，理解佢哋真正嘅訴求。嗱，青年人嘅訴求政府唔了解，青年人又唔理解政府，雙方嘅鴻溝係需要一個代表雙方嘅機構去收窄。原本嘅官方機構青年事務委員會呢，就係政府同青年嘅溝通橋梁，但係實際情況係當中嘅委員全部都係政府委任，唔少係富二代啦、地區議員啦、非青年阿叔。要了解青年呢，其實我諗你都會同意有局限。政府會唔會考慮改革青年事務委員會嘅組成，
例如將部分委員，譬如話1/4啦，由委任變為青年互相選舉產生，令委員會可更具代表性呢？政府以往宣傳片都有講，聽下少年嘅心底夢，點解唔索性透過選舉將所有青年人嘅心底夢帶入委員會呢？如果咁做，可能真係我哋政改啊，去一人一票選特首啊，增加通過機會喎。請你俾行政長官回答。行政長官。主席，多謝田議員嘅問題。我唔會將青年人睇成我哋嘅計時炸彈，佢係我哋嘅未來，佢係我哋努力一代人努力奮鬥嘅對象。因為總有一日，我哋要將呢個城市交俾青年人，由佢哋去負責呢個城市嘅未來發展。咁因此呢，我哋確實係有需要呢，係重視青年人嘅意見。我做咗2間大學12年嘅校董會主席，應該講係喺學校裏邊呢，花時間同青年同學用不同方式交往交談，時間比較多嘅一個校董會主席嚇。呢個呢都淨係講緊2間大學或者讀緊大學嘅大學生。即使喺大學生當中呢，青年人對未來嘅訴求、對人生嘅憧憬、對社會嘅盼望，以至到一啲顧慮啊等等啊，都仲係多種多樣嘅。因為每個青年人咧，佢嘅背景，無論係家庭背景啊、文化背景咧，都有所不同。你離開大學之後，因為有機會讀大學嘅青年人咧，無論係點樣發展啊，大學教育到今日嚟講咧，都仲係少數。大多數冇讀大學嘅青年人咧，佢哋嘅訴求可能同大學生亦都有所不同。咁所以我自己有一個少少嘅體會，唔知道啱唔啱咧？就係我哋睇青年問題咧，唔好當作佢係一個單一嘅問題。有啲青年人佢係比較勇於表達自己嘅睇法，咁啊呢啲訴求咧，我哋通過媒體啊等等接觸到。亦都有啲青年人咧，你唔係好積極去同佢傾，去聽佢嘅意見嚇，攞一啲睇法，我哋係接觸唔到嘅。咁所以呢，事實上青年呢個組別嚇，佢只不過係年齡上嚇係呢個咁嘅年齡組別，但係除咗個年齡係相近之外呢，可能個睇法呢真係多種多樣。落去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呢都會繼續做個工作，就係希望面對面呢能夠多啲聽方方面面嘅年青人嘅意見。大概2個星期前，我喺辦公室先至見咗大概10間大學嘅20個青年學生，佢哋要過嚟採訪我。咁大家做咗嗰個採訪嘅問答之外呢，我特登都攞半個鐘頭時間出嚟同佢哋繼續傾偈。有啲時候喺街嗰度撞到一啲青年人呢，包括喺週末嘅時候喺鋪頭嗰度幫手做 part time 賺啲零用錢啊等等，青年人都了解佢哋嘅想法。青年事務委員會嘅工作係重要嘅。落去，如果大家認為青年事務委員會我哋可以點樣喺個組織方面能夠調整一下，能夠佢更加發揮好功用呢？呢個我十分願意聽大家意見。我喺施政報告嗰度呢，就聽青年人意見呢個問題呢，我喺土地嗰方面都有一個咁樣嘅想法嚇，就係話我哋嗰個長遠嘅規劃點樣呢？咁我哋要與民共議。所以呢度一句呢，就話計劃與各界人士，例如專業團體、環保團體、地區人士、青年、學生等，因為呢個城市嘅未來屬於佢嘅。我做20年、30年嘅填海啊、移山計劃，30年後我哋呢個城市發展成一個咩模樣呢？青年人最有發言權，同佢哋嘅關係呢係最切身嘅咁所以呢，都希望能夠有啲青年朋友呢加入呢個工作。咁所以我哋嘅工作呢，希望唔係淨係話喺青年事務委員會嗰度聽佢哋意見，或者係喺選舉嗰方面呢讓我哋參與，而係我哋各個方面土地啊、房屋啊，以至到將來嘅福利制度、福利政策發展呢，都希望聽佢哋意見。講到尾呢，佢哋確實係我哋嘅未來，我哋今日嘅工作目標呢，其實就係佢哋。田北辰議員，主席，我哋新民黨喺呢個政改方案咧都提出咧嗰個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咧，希望可以考慮加入一個可能大專學生界別，
正正就係我覺得咧，我哋今日真係要多啲機會接觸佢哋，俾佢哋有個聲音。佢哋覺得自己受重視，可能好多今日發生嘅嘢唔會發生。咁我多謝特首正話，我聽你嘅意思，即係你哋會考慮將青年事務委員會嗰啲委任嘅職位部分轉咗做可能一個透過選舉產生嘅，係咪咁嘅意思？主席，我哋希望能夠多渠道呢，係能夠吸納青年人嘅意見。更加重要嘅呢，就係讓青年人呢覺得佢哋唔單止係未來社會嘅主人翁，未來社會嘅棟梁，更加係今日社會一個重要嘅持份者。主席，我對唔住，田議員，你應該俾其他議員發問啦。好啊。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哋香港人真係大不幸，有呢個普選殺手689做特首，佢權慾分心，勝好鬥爭。李卓人議員，我而家問問題咯。我提醒議員，我哋喺提問嘅時候呢，係唔應該用一啲侮辱性嘅説話。我頭先邊句侮辱佢啊，主席？李卓人議員嗱，我已經提咗啦。唔係，我想知道我頭先我邊一句，佢係冇普選殺手，點解話我侮辱佢咧？唔好發表議論。請你提出你嘅問題。喂，我講得8個字到就已經話我發表議論，主席你係咪唔係好公佈啊？請你提出你嘅問題。係啦，即係我講緊就係有呢個咁嘅689做特首，權慾分心，勝好鬥爭，明明係冇交稅嗰5000萬冇交到稅，仲要同阿梁繼昌一路咁嘅鬥嘴，同埋但係最恐怖嗰樣嘢，主席，佢最得人驚嗰樣嘢咧，我睇佢個樣就似毛澤東。根本咧就喺香港要搞文革。如果你係再發表議論，喂，我唔係發表議論，我講得幾個字咋，主席，10幾個字咋字數。你如果無論你講幾多個字，如果係違反議事規則嘅咧，都係唔啱嘅。所以請你唔好再發表議論。唔係，但係主席，我想問你啊，我邊一句係違反議事規則？我都唔知你講咩。請你睇議事規則第25條第1段係咩啊？你講。你立即提問。我而家咪提問咯，就係我提問緊佢係咪想做香港嘅毛澤東，搞文革、搞批鬥。毛澤東喺大陸搞海瑞罷工。提咗你嘅問題，請你坐低。你嘅問題提咗啦，請你坐低。我冇提到問題啊！我提咗咩問題啊？我未講啊嘛。主席，你真係好離譜啊！今日佢哋嗰啲鬼咁長嘅問題，點解你俾佢哋問，唔俾我問啊？李卓人議員，我再重複，請你依議事規則提出你應該提嘅問題。我個問題就係而家佢係咪想喺香港搞文革？呢個係你嘅問題。又聽埋我講先啦。喺香港搞文革，點解我咁講呢？主席就係因為佢琴日開波就係去批鬥學院，話佢哋搞自決論。咁而家我想問佢就係，其實佢係雨傘運動之後，佢對年青問題嘅反省係咪就要覺得搞批鬥係要搞到呢香港有一個所謂有一國冇兩制嘅新人類？就係要將啲年輕人批鬥到呢係唔敢出聲，係咪要壓垮佢哋唔俾佢哋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咁我好想提醒特首，就係香港最珍惜嘅就係我哋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佢咁樣搞批鬥嘅話呢，係直接破壞係一國兩制同埋高度自治。咁我想問佢，如果佢咁中意搞批鬥呢，請佢辭職下台，返大陸去搞批鬥。李議員。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喺一個言論自由嘅社會呢，任何人都有提意見嘅自由，包括喺其他人提咗意見之後呢，自己對嗰個意見提啲意見嘅自由。呢個唔係批鬥。就有關普選嘅問題呢，我多番講過，我係支持2017年根據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有關決定落實一人一票俾500萬香港合資格選民投票選行政長官。李卓人議員如果想測試我作為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附件1嗰一條有嘅權力，即係話喺2/3嘅立法會議員大多數通過之後，行政長官要表示同意
跟住呢，就係人大常委會通過，要測試我呢個承擔同埋誠意嘅話呢，請李卓人議員喺投票嘅時候投贊成票。李卓人議員，佢都唔喺度答緊問題，牛頭不搭馬嘴嚇，人哋問緊佢嚇批鬥完學院之後，佢係咪一路要批鬥落去？佢又講到佢自己嘅批鬥係言論自由，咁毛澤東搞文革批鬥又係毛澤東嘅言論自由，即係我想，即係特首，可唔可以你珍惜下香港而家李議員請你唔已經冇民主，已經冇乜嘢剩，我哋剩翻落嚟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係咪啲學生年輕人講少少嘢，你就要運用你所謂嘅言論自由，你去批鬥佢哋，去踩佢哋？咁我想問下你，你會唔會去聆聽下佢哋嘅聲音？嚇，頭先你答到好似話會聆聽咁樣，其實都假嘅嚇，全部喺度講大話。請你坐低。所以即係主席，我跟進問題就係嚇，佢跟住落去仲會點樣去批鬥落去？仲有啲咩思想毒草佢唔中意嘅，佢要一路鬥落去咧？佢係咪即係權慾分心、性好鬥爭咧？李卓人議員，根據香港嘅憲制安排，根據基本法規定，人大常委會嘅決定，特區政府呢會向立法會提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方案。請李卓人議員投票支持。如果李卓人議員否決呢個方案嘅話呢，人哋問你嘅嘢，你叫人你去拉票或者叫你。李卓人議員請你坐低。如果李卓人議員否決呢個方案嘅話呢，李卓人議員呢係普選殺手。請議員肅靜。陳健，李卓人議員請你立即停止發言。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特首，今年嘅施政報告咧係提出要發展高增值嘅航運服務，當中咧係包括海事保險嘅產品同埋服務。海事保險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商機，但係都係困難重重嘅。要發展咧就要多管齊下，最直接最有效嘅方法咧，我相信就係吸引國際啲船舶管理公司咧係嚟香港咧設立地區總部。但係當然亦都要吸納咧係熟悉海事保險嘅專業人員咧嚟香港。其實推動呢個總部經濟咧，吸引世界各地公司咧嚟香港設立總部咧，可以為香港咧係創造大量優質嘅職位，令到香港經濟咧係多元化，係有極大嘅好處嘅。但係需要咧係宣傳推廣啦，指出以香港咧作為一個地區總部，即係佢經營上嘅優勢，而且咧更加需要有經濟嘅誘因咧，同埋咧優惠政策去配合嘅。我想理解下咧，特首對呢個香港全力推動總部經濟嘅睇法係點咧？因為新加坡政府其實好多年咧，成個政府咧不斷咁推動呢個總部經濟。我希望咧特首咧係能夠推動呢個對香港極有好處嘅政策。行政長官。多謝主席。特區政府呢係希望適度有為，能夠配合香港經濟嘅發展，唔單止係整體發展，仲係多元化發展。香港確實咧係好有發展總部經濟嘅條件嘅，但係同時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喺香港以外嘅地區咧，我哋確實係有唔少嘅對手，應該講係強手環恃。香港有好幾方面咧，我哋要揸緊做好工作，提供更加好嘅誘因同埋條件咧，俾外邊嘅公司嚟香港設立總部。我講外邊嘅公司呢，呢個唔單止係一啲國外嘅公司。大家知道現在我哋內地呢已經有唔少嘅大型嘅跨國嘅企業，呢啲跨國企業呢有國營嘅，亦都有民營嘅。我哋都有條件咧吸引佢哋過嚟。過去呢，香港嘅空氣質素係一個阻力嚟嘅，因為香港空氣質素比較差呢，好多尤其西方人佢望香港卻步。但係呢方面咧，正如我施政報告講，過咗幾年咧，我哋係有改善，希望落去咧呢啲工作咧更加進一步做好。除咗呢個空氣嘅問題之外咧，我哋現在面對兩個問題，一個咧
就係土地問題，另一個係人手問題。呢兩個問題咧都係相關嘅。我哋知道，譬如有一啲外邊嘅高級管理人員，甚至個大老闆本身咧，佢想嚟香港，要家庭搬嚟香港，仔女嚟香港要讀書，但係國際學校學位短缺。國際學校學位短缺咧，並唔係因為唔夠辦學團體，而係因為校舍不足。咁呢個就係土地問題。佢哋嚟香港要住個面積比較大嘅單位，咁但係香港樓價高、租金高，亦都因此咧令佢哋卻步。咁所以我哋喺香港發展總部經濟咧，個條件係具備嘅。我哋撐兩樣嘢，一個咧係人才，一個係土地。點解我喺施政報告嗰度咧講房屋土地都要講我哋商業用地咧？咁因為我哋解決好呢個商業用地嘅問題，就可以吸引到外邊嘅總部過嚟。照我接觸所知咧，外邊係有一啲大嘅企業願意將佢嘅地區總部搬嚟香港嘅。但係如果人哋問我哋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話你喺人哋唔好要我去新界啊，你喺比較傳統啲嘅主要嘅商業中心區或者次商業中心區，你可以揾到一座寫字樓俾我，有得30萬尺嘅，我可以做個地區總部。咁你嗰個地方喺邊度啊？咁我哋呢個問題都唔係好容易答嚇。咁所以希望全社會都要關注呢個問題。土地同埋人手呢，係我哋發展經濟同埋發展總部經濟嘅一個制約嚟嘅。係，多謝特首咧，好明確咁點出咧，我哋發展總部經濟最大嘅困難。咁亦都喺施政報告都有好多處着墨咧，都係有啲長中期嘅規劃嘅。咁我希望咧，立法會嘅議員咧，能夠真係為香港嘅利益咧為依歸嚇，摒棄大家嘅政治睇法，係一定要為香港嘅前途咧係。如果你真係為年青人好咧，揾到一份好工，揾到一份有意義嘅工，揾到一啲工作範圍大嘅工咧，係對香港年青人最重要。咁希望咧，議員都能夠支持。行政長官有冇回應？就立法會方面嘅支持同配合呢，我都想講兩句。我哋有唔少嘅工程項目嘅申請撥款，包括一啲基本工程嘅申請撥款咧，喺立法會手上啊，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如果政府嘅工作，包括一啲準備工作做得不足嘅，或者個項目大家認為係唔值得支持嘅，我哋好想聽大家嘅提點。但係如果係完全因為要做反對黨而做反對黨去反對政府嘅申請咧，拖慢我哋嘅工程撥款，使得我哋該做嘅基建做唔到或者做得慢，影響香港競爭力咧，係對香港社會係不利嘅。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特首，我留意到咧喺你琴日宣讀嘅施政報告裏邊咧，用字同之前你嘅施政報告係有啲明顯嘅分別嘅。咁向你一向咧，你係講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但係今次咧，你只係強調呢個高增值航運服務，而且係話咧香港係有條件成為中國以至亞太區重要嘅國際航運服務樞紐，明顯咧係有降格嘅味道嘅。另外喺財政司舊年嘅財政預算案裏面提到，香港嘅貿易同物流業佔全港嘅 GDP 25%，就業人數77萬人。但係琴日你嘅施政報告咧，就只係強調進出口貿易同埋批發機構嘅就業人數大概50萬人，又唔再提到物流業相關嘅就業人數。呢兩點加埋起嚟睇咧，就明顯地咧，我係睇到特首先生，你係正在低貶緊物流業喺香港經濟發展嘅重要性。我想請問下，你係咪已經放棄咗香港嘅物流業，以及你係如何去回應中央喺12五規劃裏邊所提出嘅支持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同埋發展呢個高價值貨物倉儲同埋區域分銷中心呢個嘅期望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謝主席。12五規劃裏邊咧，確實一句係畫龍點睛嘅，我十分重視一句所以而家試下背出嚟，應該準確嘅。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咁所以貿易呢部分同埋航運呢，都係十分重要嘅。我完全同意
十年規劃呢個説法。過去嗰幾年呢，我哋都大力去推動香港嘅貿易、物流同埋航運嘅發展。今年嘅施政報告有關經濟嗰章呢，我尋日喺記者招待會嗰度開場發言嘅時候，都向新聞界呢係介紹，就係話我哋今年喺經濟方面呢，希望突出除咗我哋嘅傳統嘅龍頭產業，譬如金融啊、貿易啊、物流依有啲時候計兩方面，有啲時候計三方面，加埋佔個 GDP 41% 以外呢，我想花多啲篇幅講一講另外嗰60% 嘅組成。佢為我哋提供一啲咩嘅潛質同埋機遇啊等等啊咁所以今次呢大家可以睇到金融呢，我哋淨係得3段。並不表示呢金融唔重要。如果金融唔重要呢，我哋唔會搞個金融發展局。同埋我每次上北京或者香港接待有關部委嘅負責人呢，都傾好多關於香港金融發展嘅問題。就呢個高增值航運服務呢，我哋今次咁有大概5-6段提出嚟。並不表示呢，我哋傳統嘅航運唔重要，更加唔係話物流唔重要。只不過係呢5段呢，係講出我哋一啲新嘅增長點，一啲新嘅亮點。我哋完全無意呢話輕視傳統嘅航運業、物流業或者係貿易嗰個重要性嘅。主席，特首先生，既然你頭先講啦，就話唔係放棄香港嘅港口同物流業，咁點解喺你嘅施政報告裏邊呢，對於物流用地不足而導致到港口嚴重擠塞呢啲問題，完全係隻字不提呢？咁，因為呢啲問題其實係牽涉到香港喺呢個航運物流業喺區內嘅競爭力嘅問題，亦都係同你所講非常重視經濟發展嘅環節之一嚟嘅。行政長官。我哋港口嘅腹地，即係話支持我哋港口活動嘅個土地嘅規劃同埋用途呢，我哋係十分重視嘅。呢個包括乜嘢呢？喺我哋需要一啲土地嚟發展房屋，大家知道房屋問題係我哋重中之重嘅問題，我都十分重視喺現在一啲所謂棕地上面嘅佢涉及物流同埋支持我哋港口業務運作嘅佢哋嘅去向同埋嗰個用途。咁因此我哋確實係不遺餘力嘅，我哋冇輕視到物流業嘅重要性。但係大家知道呢，香港嗰個土地規劃呢，確實係碰到一啲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嗰個問題。同樣一塊地，我哋點樣可以同時滿足各個方面嘅用途呢？咁我再重申一次，香港嘅傳統航運業、貿易同埋物流業呢，係我哋主要嘅產業。而且呢係一個重要嘅職位提供者。我哋喺發展新興產業嘅同時呢，我哋唔會忽視呢啲傳統嘅產業。更加標語。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對於昨天施政報告呢，我哋工聯會特別關注呢你105、106段關於大幅輸入外勞嘅建議。當然你冇講大幅輸入外勞，你提出嘅係跨工程輸入外勞。咁俾我哋嘅感覺呢，就係未招聘就先話缺人，咁啊即係等於變相搞一個配額，咁啊其實真係幫大幅輸入外勞呢開個閘。你呢個建議呢，其實澳門嘅勞工界嘅朋友呢都好關心，佢哋就話啦，澳門經濟好，但係工人就冇受惠。佢舉咗啲數字，因為澳門都大幅輸入外勞。佢話2010年呢，澳門嘅本地建築工人佢哋嘅收入係低於澳門工人中位數嘅1000蚊，好啦，去到13年呢個差距拉到係低於澳門本地工人中位數嘅3000蚊，即係話澳門經濟有發展，澳門工人冇受惠。所以我就想問你提出嘅建議，我所知道係冇經過勞顧會嘅討論同埋共識，你提出嘅建議係咪偏幫商界？行政長官。主席，建造業工人嘅短缺呢，確實存在咗一段比較長嘅時期，而特區政府過去嗰個應對嘅方式，以至我哋應對時候所信守嘅原則，同我喺施政報告今年嘅施政報告所提出嘅呢，
係冇大嘅變化，個原則上冇大變化，即係話呢，我哋一定要優先照顧本地工人嘅就業同埋佢哋嘅權益。具體執行起嚟呢，我哋一定會同所有嘅持份者，我哋會去商討。過去一段時間，我哋曾經試過加強培訓，我哋試過咧吸引新人入行等等。但係相對於現在社會上，尤其我哋要追落後咧，我哋要起好多公屋，我哋有新嘅醫院計劃，我哋有新嘅老人院計劃，我哋新嘅青年宿舍計劃等等。呢啲同我哋社會發展，以至到我哋社會上好多壓力點息息相關嘅工程咧，都需要大量工人。因此業界向我哋表示呢，嗰個短缺都唔係少數嚇。因為雖然我哋過去同業界一直共同努力，我哋都缺緊以萬計嘅過萬嘅技術工人。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呢，特區政府覺得我哋係有需要同埋業界坐埋一齊傾點樣可以本住剛才嘅原則，唔影響工人嘅權益，唔影響工人嘅就業。甚至我哋而家講埋，我哋會搞一個招聘中心等等。點樣我哋可以呢同時兼顧到我剛才所講嘅公屋啊、醫院啊、老人院啊、青年宿舍等等嗰啲興建啊？呢個我相信呢係我哋各個方面嘅一個共同嘅目標嚟嘅。鄧家彪，行政長官，我希望你俾啲耐性，俾啲耐心。其實而家咧20至29歲入行做建造業工人咧，已經係4.2萬人。比2年前多咗5000人，咁你會唔會繼續係將呢一個嘅作為主要嘅方向，去捨棄你頭先所講根本都未經勞顧會有共識嘅一個政策咧？唔該。我哋一定會同各個方面討論，我哋虛心同埋耐心咁聽大家嘅意見，但係同時呢，我哋亦都要知道，譬如話喺房屋呢個問題上，確實社會包括基層或者係尤其基層，佢哋面對相當大嘅壓力。我哋希望能夠開發多啲土地，政府亦都有咁嘅資金，有咁嘅決心。如果我哋可以嗰個工程，因為人手比較充裕一啲，可以加快，我哋可以讓而家住緊劏房同埋其他即係唔係好適切佢哋生活需要嘅住宅單位嘅基層市民可以早啲上樓。我諗呢個呢都係大家嘅共同嘅願望嚟嘅。喺執行呢啲新嘅計劃嘅時候呢，我哋唔會影響到呢本地建築工人嘅權益嘅。陳家樂議員，主席，喺香港嘅本土電影業嘅發展當中咧，有一句説話咧，都好多人中意講嘅，就係話咧，方丈嗰份人咧就真係好鬼小氣嘅。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喺答問大會都有一番嘅體會。主席啊，香港嘅學生如果睇歷史咧，100幾年前都有一個西醫學院嘅學生，都好鬼死激進，叫孫中山。咁所以咧，佢面對好多嘅打壓，要周圍走佬，冇㗎。年輕人為咗尊嚴，為咗民族嘅自決，為咗一種歸屬感，走出嚟挑戰權貴、挑戰獨裁者，同埋嗰啲中意趨炎附勢嗰啲奴才，有咩問題咧？陳議員，請你提出你問題。嘅施政報告針對嘅學生嘅刊物、學院，正正就要話俾獨裁者知道，年輕人已經忍無可忍，受夠呢啲咁嘅還不講理嘅政權嘅侮辱嘅打壓。如果呢個政府唔識得面對學生嘅問題，唔願意同佢哋對話，只係識得去挑戰佢哋、挑釁佢哋，你估佢哋會埋你咩？3億又點啊？30億都唔會理你啦。陳議員，請你唔好再發表議論。我冇嘢問佢，主席。梁振英下台，我要真普選。盧偉國議員，主席、行政長官，為提升香港嘅競爭力、社會長遠發展咧，制定長遠同埋全面嘅產業政策咧係非常之重要。行政長官喺2015施政報告裏邊咧係推出咗一啲措施，去推動創新及科技、文化創意、物流等產業嘅發展，但係咧就似乎仍然欠缺一個長遠而全面嘅產業政策策略同埋目標。
假如我哋嘅產業競爭力唔能夠提升嘅話咧，財政司司長所講嘅結構性嘅赤字嘅出現咧，就唔係危言聳聽㗎啦。行政長官喺競選嘅政綱裏邊咧，亦都曾經承諾從土地、資金、稅務、人才培訓、官產學研等多方面去綜合考慮咧，係建立全面嘅經濟發展策略同埋產業政策。主席，我就係想問行政長官咧，喺呢方面有咩最新嘅構思，同埋咧究竟如何去整合制定全面嘅產業政策，點樣落實呢？行政長官。主席，喺香港嘅現有嘅制度底下，本屆特區政府呢係確實十分積極，做到適度有為。我哋希望做到百業興旺，無論喺啲傳統大嘅龍頭產業，剛才講過金融、貿易、物流，以至到呢啲而家有啲新興嘅，我哋見到好勢頭嘅產業政策嘅專業服務。到大家社會上有啲講法就話不及 GDP 1%貢獻率嘅農業，我哋都有產業政策去推動，亦都係佢從各個方面，包括呢個財政支援，提供有關嘅經濟誘因，仲有人手嘅培訓。呢個呢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同埋過去嗰2年嘅施政報告嗰度都有。我哋制定呢啲產業政策嘅時候呢，我哋基本上係調動一個好主要嘅一個積極因素，就係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我哋有一國嘅優勢，我哋國家嘅部分，國家好支持我哋發展，國家嘅發展速度都十分高。同時呢，我哋可以聯繫國外喺呢方面呢，無論係專業服務、金融、貿易、物流、科技事業嘅發展，我哋呢方面都好突出。咁所以就經濟發展嘅問題上呢，我喺國內國外跑得比較多。喺香港呢，亦都經常聽各個方面嘅意見，亦都希望咧盧偉國同埋其他立法會議員呢，就特區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同埋執行產業政策嘅時候，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呢？係向特區政府提意見。盧偉國議員，主席，當然如果講係全面嘅話，你都包括未來呢，究竟我哋嘅各個產業嘅板塊，究竟嘅目標如何，個組成係整體係如何組成？咁呢一方面呢，係真係仲要繼續努力。當然我已經睇到呢，係特區政府團隊呢喺各個產業領域嘅努力，但係呢仲係未夠全面嘅。所以對於呢個其中一範呢，就係推動新興產業呢，行政長官喺個競選政綱裏邊呢，亦都曾經提出過呢，話考慮建立策略性嘅投資機構，作出前期投資，並且係引導民間資本去參與嘅。所以我就想，主席啊，我就想請行政長官呢，向本會呢説明一下喺呢一方面呢，究竟有乜嘢進展？行政長官，目前呢，我哋未有乜嘢具體嘅宣佈，但係一如喺政綱裏邊其他承諾一樣呢，我哋會積極考慮。特區政府係有呢方面嘅能力嘅。但係同時呢，我哋都要確保一樣乜嘢呢？就係當特區政府自己作出投資，事實上我哋過去亦都做過呢啲投資嘅。我哋唔會呢令到香港一個公平嘅競爭環境，即係官與商之間嗰個競爭呢係出現一個對官方嚟講呢一個不合理嘅傾斜。產業方面呢，我哋冇一個既定目標，話邊個板塊呢係會發展到一個乜嘢嘅規模？譬如話，現在金融呢佔香港嘅GDP 16%，僱用嘅人員呢佔我哋嘅勞動人口6%，亦都即係話呢，佢人均產值相當之高。喺呢方面呢，我哋唔需要拉低金融去就其他，我哋希望做到有咩呢？其他嘅產業呢能夠追得上。譬如話專業服務呢，過去嗰個發展勢頭相當好。我過去幾日呢都再重複過。而家專業服務呢佔我哋嘅 GDP 大概4.7%。呢個呢其實係一個相當令其他城市艷羨嘅一個數字落去呢，嗰個發展嘅嗰個潛質仲係好好。總嘅嚟講，如果話要簡單去講一下香港經濟發展、產業發展嘅一個趨勢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如果以人為主。因為我哋有嘅就係人才，我哋希望能夠培養更加多嘅一啲優質人才，吸引外邊嘅人才。我哋以人為主，人用佢嘅聰明才智，用佢嘅經驗，坐喺張書台嗰度，面對一部電腦，佔幾十尺或者100尺嘅地方，
可以提供一個高嘅一個經濟效益、經濟產值咧，呢個就係我哋產業發展嘅一個大嘅方向。呢度咧就包括乜嘢咧？包括金融啊、專業服務啊、創新啊、設計啊、爭議解決服務啊等等呢啲。所以今年嘅施政報告就經濟嗰部分咧，講呢啲產業咧係講得比較多嘅。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啊，尋日咧我就聽完透過電視咧就睇咗施政報告之後翻到屋企。咁我翻到屋企咧就樓下床咗我一個5歲嘅小朋友，一個街坊，佢就問我，佢就話啊，主席聽唔到。李議員，你個咪帶好未？我夠咪夠咗啊！我好大聲㗎啦，係啊！我如果教書人咧都係講大聲嘅，唔好擔心。應該同事都聽到，佢哋識笑嘅。即係講到5歲嘅時候，佢識笑。咁咧嗰個5歲小朋友就問我話：叔叔，你喺大學教嘅喎，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咧呢個13年同埋14年嗰2期嘅學院啊？咁你有冇啊？咁我問佢，我就有啲愕然啦，唔知點樣啦。咁我就問佢話：哦，點解你要睇咧？佢話因為咧就叔叔啊。特首咧就喺電視度講咧，叫我哋唔好睇呢本書啊咁樣。咁我想睇下好奇，咁佢咁問我，咁我即係當時真係唔識答佢，咁我唔知點算。咁我問佢，咁其實即係唔關事噶嘛，我翻屋企嘅啫咁。咁我又講啊，咁佢話你喺大學教嗰陣時，其實你都唔會有啲情況底下就係話即係有人同你講話，特首同你講咧，有啲嘢你應該教，你有啲嘢唔應該教嘅咧咁樣。咁佢又問喎，咁話第二時我大個咗讀大學。其實會唔會咧？就係覺得就要問下特首先，有啲乜嘢應該讀，有啲乜嘢唔應該讀咧？咁呢連串問題咧，其實我唔識答佢嘅。咁我就問下咁其實我同佢答咗佢一樣嘢嘅啫。咁我好快問問題㗎得主席咁就話嗱，其實我知道咧，大學裏邊咧有一個咧我哋言論自由嘅政策嘅。咁呢個政策咧，關於言論自由咧同埋相關嘅責任咧，係定得好清楚嘅。咁我哋都知道我哋大學咧係講乜嘢，無論係學生啊、學生會啊、大學嘅教授啊，好似我哋咁咧講嘅嘢咧，都係應出嚟咧係可以言論自由，但係有相關責任。咁我應承個小朋友咧問一問我特首啦。咁就話今日咧，我就透過我呢個5歲小朋友呢個街坊咧，就問一問我特首就係話第二時個小朋友就係話，如果第二時要特首提我讀乜嘢應該讀，有啲嘢又唔應該讀嘅，有啲嘢可以讀嘅喺大學裏邊，咁佢仲應唔應該讀大學咧？呢個第一樣啦，佢都問下特首咧，睇下特首點樣答呢樣嘢。行政長官，主席，我都經常同年青人接觸交往，你都十分重視年青人嘅校內同埋校外嘅發展。仲有剛才講，我喺2間大學一共做咗12年，應該講仲係比較投入嘅校董會主席。青年人尤其喺大學裏邊，佢應該有一個廣闊嘅一個思想空間。有佢哋交流意見嘅空間，更加唔使講有佢哋言論自由嘅空間。但係呢，青年人都要知道，無論係喺個人道德或者社會道德，以至到國家民族意識呢啲問題上呢，係有是非觀嘅。李國麟議員。我幾乎都唔記得起身再續問添，因為特首咁樣停一停講是非觀。我啱啱咧就透過呢個電話同我小朋友有啲溝通，咁我又問一問我，我聽到有是非觀，咁其實咧即係特首可唔可以？我哋講緊唔係而家年輕人啊，佢而家5歲啫嘛。10年後佢讀大學或者13年後佢讀大學嗰陣時，即係佢想透過即係我再問一問特首就話，第時特首會唔會第日佢讀大學嘅時候，特首可以喺呢度保證咗，即係一個咁重要，當然啦。批評是非觀幾時我哋可以講嘅？但係喺個施政報告咁重要嘅一個文件裏邊，個施政方針竟然講緊咧就係大學應該講乜，唔應該講乜嘅時間。咁佢就問即係佢又叫我即係繼續問特首啦。呢位5歲小朋友就係會話特首第二時其實你可唔可以喺呢度保證，即係第二時嘅施政報告或者你再講係題材唔緊要啦。施政報告咁重要嘅文件咧，唔會咧令到佢哋擔心咧第二時第一應唔應該讀大學，第二就係話。大學裏邊嘅學術自由遭打壓。第3咧，大學裏邊咧係成為一個咧政治鬥爭嘅工具。唔該，特首。行政長官。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林大輝議員咩問題？主席，昨日特首嘅5歲故事同今日李國麟嘅5歲故事，我認為都係一個虛構嘅故事。我哋應唔應該喺個答問大會度去辯論一個虛構嘅故事咧？林大輝議員，你呢個並不是規程問題。行政長官，請你繼續。主席，規程問題我投訴林大輝議員呢係冒犯689，因為佢話佢講大話。李國麟議員，
李卓人議員，我剛才咧，李卓人議員係冒犯李國麟議員話佢講大話。李卓人議員，我剛才係命令你離開會議廳嘅。行政長官，各位議員，答問大會嘅時間呢已經係到咗啦。請行政長官簡單回應李國麟議員嘅跟進，然後個答問會就要結束啦。行政長官，主席，有關香港嘅憲制問題同埋憲制安排，以至到大家十分關心。仲有呢，就係泛民議員認為應該否決嘅2017年嘅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係值得社會重視嘅。所有呢啲問題有一個共同嘅基礎，就係香港嘅憲政制度同埋憲政安排。因此呢，尋日我喺引言嗰度提及中央同埋香港喺政改同埋其他問題上嘅關係。亦都呢旁及有年青學生提到呢香港同國家嘅關係，到底呢香港是否國家一部分？我覺得呢呢啲問題呢係值得關注，亦都呢係值得大家呢係繼續關注嘅。多謝主席。行政長官答問會到現在結束。請各位站立。范議員，現在會議仲係進行中，請你遵守議事規則。范國威議員。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